针对这些民进党的强贴案，包括前立法院长尤锡坤的助理盛楚英，还有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伫咧做外交部长迄时阵的助理何仁杰，还有前总统府办公室书记吴尚武等人呢，有5名党员牵涉到强贴案。那民进党的中评会在今仔日达成决议，甲这5个人除名，而且开除党籍。民进党连续爆出中国间谍案，捌做前立法院长尤锡坤和真济民进党立委助理的盛楚英，分别出涉嫌向中国来卖国安机密资料。另外，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做外交部长时期的助理何仁杰嘛，互收买，涉嫌偷摕外交部的资料，对总统府到外交部、立法院、党部拢有党公职、防渗透。民进党当中有5个党员是卷入中国间谍案，包括盛楚英、何仁杰，还有民进党民主学院前副主任曲世元、前总统府主任吴尚武和新北市议员李义典的特助黄楚莹，民进党中评会日一作出一致决议，甲5个人除名开除党籍。决定就是依照地方党部的决议，全数除名、开除党籍，提高警觉，不要造成自己家人甚至于整个未来包括国家的一些影响。中常会上面主席有再三的去提醒。针对5个涉案的党员，敢若盛楚英洪交保，其他4个人同款洪羁押。那我相信，总统一定有交代国安单位，也要在这一个部分后，对于身份背景、种种的查，那一定是会加强的。王世坚表示讲，党内有好的机制，早就应该安尼做。罗水中强调讲，伤害台湾的行为绝对袂原谅、袂接受。嘛讲中国渗透政府、政党，偷摕台湾的国家机密，对台湾的恶意真大，呼吁中国停止渗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